在市长委托亲自保单甲宣誓仪式之下，已进行担起第5分局长洪凤英调任永康分局长等16个重要职务的隐性交接。市长委托除了强调扫恶反毒等治安工作，嘛要求严查诈骗，特别关心在区的重建地区，避免有日前客家区传出诈骗灾民，甚至惊掉贼头等二处伤害。在灾区的重建的工作中间，如果再发生治安事件，包括先前在学甲所发生的重建诈骗的事件，事实上都容易引起这个全国的关注，因此也特别希望在灾区的部分，希望能维护重建的秩序。那很多灾民现在可能是依亲，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暂住，他们的老家可能有人就变成闯空门的对象。在市府举办新下令分局长的交接典礼当中，除了有济贵宾面带亲临见证，家属嘛拢欢喜到场留念。不过因为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关税20%，消息集团到地方，贸易外销为主的百工百业拢艰苦甲哀声四起。对此，议员蔡辉嘛代替产业发声。产业会早看到20%，会足艰苦啦，足艰苦。我嘛建议总统应该，咱行政院团队还阁继续交美国谈啦吼，最少讲我们只要竞争对手日本、交韩国，袂当比因较悬，加5%，迄惊死人嘞吼。人讲新冠降临300岁，希望延续这份对治安、交通等警政的热情，共同守护台南，打造安全城市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